戏剧以来，他的目的始终是反莎士比亚充实思想，不在于言语的复利。莎士比亚在时间的大钟上只有2个字：现在。莎士比亚简洁是智慧的灵魂，冗长是肤浅的早逝。莎士比亚千万人的失败，都有是失败在做事不彻底，往往做到离成功上差一步就终止不做了。莎士比亚情欲犹如炭火，必须使它冷却，否则那烈火会把心儿烧焦。莎士比亚对自己不信任，还